哦，这些的嘞，但你这里我是假设老人手头没老残疾老疼，十九十几吧，在小路个19十几吧，假设老人出面一门单把是吧？俺们这两这些都是个叫做对应，俺们的这次个呢，入住慢性，讲话穷别些。开放界别，对就是慢期讲，多当单别送了点别切，假设老人出面130，我得送吧的，俺你第当多呢，俺你假设他们让不空让你跟的讲了点别，假设老人甚至手段送吧的，空当单吧，俺你假设老人养大把意思。我得送来，端到多的。入住慢性，讲把穷别些，开把界别，对不就是慢期讲。俺那第一个是讲你的，俺那俺说轻重，这个有吧？慢啥什么个有吧？轻把重把是对这个有吧？咖喱送吧的是那俺那假设他们上不或让你，俺那入住慢不。俺那南学情报当西部情报，等这样没意思。俺那讲吧样，穷人是讲吧了，等下做老中介，假别上了蒙古了，土生，公司这边听这个你讲吧样，穷人是，我等着人把人长，俺那开吧那么古巴这边是，俺那开别红包那么什么高巴这边，开别红包那么高巴这边，对不就是？你搞给对不就是那边的？这个年报，年个这个年报，这个这边见，这个还讲年报等着没那样子。俺呢，多当单边送了单边些事，这哈里边等着年报当，俺呢开发的时候，俺呢搞完这个等着个这个就是要买的的，因那样生计中等的，东北小菜都别送为多当，对基层上边单吧，也是全部希望了，就把这阿弟下来说吧。空难把个你送了电笔签，对的，送了电呢，也是老人甚至说等的，这把因为验证机电笔签，也是老人出面的因为什么事？俺你空个的刚了写笔，俺你也是老人甚至说等的，俺你东北上级军等的当的，基层上边实行当把南级，俺你送了电呢，这把验证。俺那外人个刚这边老人甚至说等的，俺那也是讲究身边娘呢，让那老人，俺那出来没吧，养大把这意思。我得送过来，在这个南东多呢，等着去的。因为你搞了吃刚你小路个吃刚西游就吃刚西游就的，俺那俺说东部人了马上呢，你就当过个有，当不。俺呢，是刚把你的轻把重吧，轻重，俺呢也是他们上不空，让你给呢可能开把没事，可能俺呢路主样被全部没事，俺呢讲吧，俺呢土生公司这边听这个开把全部样没事，现场嘛这边这个的，俺呢还讲年末等着，俺呢开把全部等着，俺呢搞啊这特别个等着个呢这个年末等着要嘛的是。我第一次刚嘛对你轻把准备，这起码对你多当单位上了电笔签，就是老人这么一门生下的，第俺那空个送给就是老人甚至说顿的，俺那养大把人出来没把人，军生了该的送把的人了，东北小菜特别多当，对基层上边单把人去送人呢，中华基层的这把人长，老人甚至说顿的出来没把当，养大把这人是。我得送把的，在这个南东多呢，等着去热。